再来看中国呼吸道疾病在传烧哦，所以当地政府嘛建议民众去病院坐公共运输，有症状的人上好拢爱挂嘴罨，因为煞来特别过年咯。台湾的医师是表示讲，病毒无国界哦，要完全阻挡是真困难。也毋过伊嘛呼吁讲，因为流感甲新冠病毒会有同症的风险，所以建议民众上好嘛是爱去注疫苗。中国官方伫咧最近公布2023年新版的挂嘴罨指引。建议除了呼吸道相关疾病确诊的人，以及医疗院所、公共运输，即款无法度维持一定距离的封闭的空间，拢爱挂嘴罨。有囡仔伫咧当地读书的大乡讲，即马有一寡学校已经开始要求学生爱挂嘴罨，因为最近确实是病毒大爆发，有真侪因为病毒感染断线的个案。学校的通知哦，就是发文，然后请家长让小朋友入校要戴口罩。这样子，小孩都住院生病了，对啊，都住院住1个礼拜呢，因为咳得太严重了，甚至有的是高烧反复嘛，因为5种病毒都不知道哪一种病毒中的。根据咱个疾管署的监测，伫顶礼拜全台湾流感看医生的人数超过5万，小儿科的医生也伫咧第一线门诊有观察到，最近呼吸道症状就诊的个案，包括流感、呼吸道融合病毒加腺病毒，拢常常看到。因为流感加新冠病毒有并发重症的风险，所以建议民众爱注疫苗。有国际旅游史的民众伫看医生时阵，也甲医生讲，这些症状都是以呼吸道的症状来表现，所以有的时候要区分的时候还有一些困难。世界各地旅游也可能会接触到同样有呼吸道症状疾病的人，所以世界各地的这个旅游史我们都要列入考虑。伫疫情了，世界各国交流愈来愈接。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世界医生会代表团。今年台湾医师会甲世界医师会共同办国际研讨会，主题是全球健康安全甲医疗照护体系。总统讲，台湾伫过去防疫的成就，也伫以后继续分享交流咱的经验，为世界卫生做出贡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